識我嘅朋友都知道，毛醫師係好鍾意睇日出㗎。點解呢？有兩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係因為嗰一種嘅清靜，成個人都會好舒服，而思維亦都會係最清晰。第二個原因係因為就算自己有幾唔掂、幾煩惱、幾痛苦都好，每一日我都會同自己講，今日就係一個新嘅開始，就好似日出一樣，無論點樣，太陽每一日都會出嚟㗎。日出時分，陽氣漸升，大地甦醒，人都會順應慢慢地活躍起嚟。特別留意返清晨，甚至乎係整個嘅早上，我哋應該保持心境平和，避免急躁動怒，因為咁樣會令到我哋肝氣鬱結，阻礙陽氣升發。最後為大家送上早前嘅日出。鍾意呢段片嘅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